湾的艺术水阁好，阁请解说2句话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咱今日来开讲一个艺，工艺、材艺、文艺、武艺，台湾话内底各艺有牵连的俗语话。古早人言咧讲四柱千金，不如教子一艺，这有影。你若讲一手功夫教互囝，有当阵啊伊过8倒8，就免烦恼。咱嘛知讲传统社会这种观念确实正确。你讲放偌济财产互囝，有当阵啊伊飞雷开去就会，确实教子一艺，教伊一门的工艺，互伊照顾伊的家庭，照顾伊的某囝。是讲咱嘛知，确实也有真侪人讲，互做教子一艺，一门的功夫要放，敢有遮简单？有真侪少年囡仔，包含讲国情家己嘛共款，咱伫咧批想家己，毋是咧批评别人，讲咱吼。10艺9不成，真侪工课咱咧学了都袂会啦。真正讲要过8倒8，咱若做了袂赢人啦。10艺9不成，即款咱来检讨家己，毋是批评别人哦。讲到即个艺，咱嘛知，传统社会各艺有牵连的，往往有当着啊是江湖咧行，舞台顶伫咧表演即款的艺人。讲到艺人，国正就想到过去原来有一句话，真侪艺人伫咧自我感慨。讲安怎样呢？讲吼，确实有影啦，艺学了都有成啦，艺真啦，但是人贫啦。环境变迁，尤其现代社会，甲以早又阁无共哦。你讲30当前、40当前，歌戏内台外台做甲遮请呀。但即马庙口面戏有伫咧做，毋是无，毋过有真侪团嘛感慨讲。大卡连噗啊声都无，雨水插，咱嘛是得爱做戏互新面看。这环境转变，咱袂当讲无。毋则讲真侪艺真好，才艺人会感慨讲家己是艺真人贫。这个贫当然就是困苦，就是环境困难。艺真哪有效？因为袂堪得讲。环境转变所造成的损害，这嘛确实有影。有真侪传统的工艺，即摆已经渐消失了。老爸讲要放互囝，颠倒互囝拄讲哦，但即款工课即摆无人咧做啊，即摆拢电脑化，即摆时代进步啊啦。毋过咱若爱想一个真，无论讲安怎样时代进步，总是艺爱练互精，毋通10艺9不成。毋则佫另外一句讲哦。唔惊人唔用啦，唔惊人唔甲咱用，只惊啥？只惊咱家己艺不精。对，人若要甲咱采用，就是咱的艺有够遐，包含甲同业比拼起来，咱就是赢人。我即个别人无的，当然人就要甲咱采用哦。毋过环境伫咧转变，确实有影。较早吼，风势伫咧透，大家拢趁有钱。即马吼已经无比较早遐好康啊，咱就爱更加研究。更加加强，针对家己的艺，落去提升，毋知你讲看有影无？